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今仔日咧，咱要甲大家做伙来关心的是现主时呢，全世界，尤其是咱台湾呢，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诈骗。根据统计呢，去年2023年咱台湾的民众呢，被诈骗的金额呢，高达88.78亿。咱会感觉讲哇，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呢，更加含的是讲呢，今年2024年，敢若7月份呢，咱台湾民众被诈骗的金额就高达110亿。大家讲这个诈骗金额是不是非常的？这真正是足含的啦所以呢，这诈骗的问题真正非常的严重。咱到底要安怎呢？才会当来防治这个诈骗呢？咱今日特别邀请到一位呢刑事也有犯罪防治的专家，到咱节目当中，甲大家做伙来了解讲，即马犯罪形态有倒一寡形态，咱安怎呢会当预防家己被诈骗？咱即马就来欢迎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5分局洪宏龙局长，局长欢迎你。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5分局分局长洪宏龙。非常欢喜，应该来参加这个节目，甲大家讲一下咱关心的犯罪问题。对所以这方面咱分局长真正是一个专家，咱今仔好好来甲做请教了好，那局长，咱一开始可能就爱来了解讲，因为咱知影讲这诈骗足严重。咱台南市呢，其实先看一下资料，咱嘛知影讲诈骗好像也是这个刑案里面这个犯罪里面的第1名。那究竟我们台南市呢，在这个前10大排行里面是怎么排行的？诈骗是第1名，对不对？是。我简单介绍。我统计113年9月份就是顶个月。上个月我们台南市的这个犯罪形态第1名是诈欺，伊占38.1%，也就是讲有1800几件。哇，好多。咱总数是4900几件，所以大概1/3以上都是在诈骗。过来就是一般的窃盗。这个要安全帽去用头砍去，去用开去嘛是一个窃盗。也是窃盗。这个雨伞被拿走了也是窃盗。窃盗的小东西不管多小都算窃盗。那个商品的窃盗都是，当然还有一些是比较少数的住宅窃盗。那第3个排行是驾驶过失。咱迄个发生车祸车祸了可能无好解就大家惊反应，或者叫互告伤害。大概这前3个会占大概2/3。接下来就是公共危险，我们酒驾的部分，还有这是妨碍自由啦、毒品伤害这样子。那这个趋势跟我们这近10年来它是有转变的。有转变。有转变。之前它在一起。譬如说我们医检车胖去，多拜胖去，这种交通工具不见了，常常会失窃。这种最多了。对。可是现在好像都转换成诈欺。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这样那事实上，我们的犯罪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有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它就伴随什么样的犯罪。那以往，譬如说，因为咱那个网络没有那么发达，对啊，然后所以大家都是在传统，比如说这个财产犯罪都伫个乌多摆车碰见，还是讲伫车内底去用攻破玻璃去摕物件类似这一种案件就很多。反而诈欺咱敢若较无听到。较无听到。对，有听过金光党对对，迄是诈欺。对，然后后来因为咱的迄个网络所以咱即马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对啊，生活形态都变了，大家都人手一只手机。生活形态变，生活形态变就会我们的这个犯罪的形态也会跟着变，所以这个是全世界的趋势。特别是在这几年2019，那个新冠肺炎 COVID-19，变宅经济，大概因为人跟人怕互相传染，对啊，所以会在家里做一些经济活动。对，那有一个犯罪学理论叫做日常活动理论。那日常活动理论也得讲咱的犯罪行为跟一般的咱的活动是连做伙。
譬如讲咱这个生活当中我要用车辆。所以我车子会停车，然后可能一不注意，人家就把车子骑走了。这个是机车窃盗。对。所以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犯罪要按哪成立，它必须要有3个要件。哪3个？第一个就是讲要有犯罪的人。伊想要犯罪。想要犯罪。安尼你较有犯罪发生，无咱啊拢住伫一个拢无犯罪人的时阵，都无犯罪者哪有犯罪？但是有犯罪者是从古至今都有，因为人性有一些他是希望不劳而获啦，或者是比较那个这个有一些贪念，对，所以会有犯罪者。对。第二个就是要有被害者，你无被害者犯罪者，他要有个标的，犯罪的一个标的。是。我头拄仔咧讲诶，假设汽机车窃盗，那一台汽车。或那一台机车，它就是犯罪的标的。但是标的要合适哦。按怎讲？我即马这个乌多摆有锁龙头，迄个无锁，倒一个是较好的标的，对犯罪者来讲。无锁较好。对，无锁较好，所以无锁的迄个就是合适的标的。所以如果比较起来，我就比别人更加歹，变成犯罪的被害的标的所以我就比较不容易犯罪。还有等下有犯罪者，各有犯罪的标的，也不一定会成立犯罪。为什么？如果这个时阵警察都要来巡逻，没有得逞的，还叫做监控者我们常见的监控者，还有另外一款的监控者，譬如讲我即马本来要偷，监视器都照着我就闪过，所以监视器嘛是监控者。还有一款就是讲，譬如讲，我即马要犯罪，一只狗伫遐直飞，迄只狗嘛是监控者。哇！所以监控者就是这个环境所以这3个构成要件在做伙的时阵才会犯罪。所以咱即马咱来看网络。对。来网络内底有犯罪者无？有啊，伊想要来共骗啊，所以网络上会有犯罪者。对啊。好，有被害者无？有啊，被骗的啊。我譬如讲，我食头路，我想要来找头路，就去网络找头路。其实我要来找头路，这个动机，会变成对加害者、犯罪者，他就会有一个这个要来找头路所以来甲骗你的个资。因为食头路你爱给个资给我所以这都被害人的这个。被害人就出来了。过来，网络里面有一个特性，它就是要言论自由，要发达，所以很少的约束，越自由的网络世界才能够激发如何为一个所以它的环境监控都较少。变成无人监控的一个环境。不是说无人监控，它的监控力会跟实体的对相较下很低，所以网络的犯罪它就会发达起来，它就会起来，因为少了监控者。因为咱在网络发表什么文章，然后就发表上去了，对真的假的还要去做查证嘛？对啊，还要查好久。对，可能还是因为没有办法说，即使你看到他，就叫他，你别使，你要修改。所以这个监控者，所以网络的环境会造成新形态的这个网络诈欺，它会变成是一种比较容易发生的。再加上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了，对，所以网络犯罪会变得比较，特别是网络诈欺犯罪会变高的原因。所以它会变高，然后而且变成也不太好抓啦。好，那我要请教局长的就是说，那这样子讲起来的话，就是说这个犯罪诈欺呀，到底这个排行榜怎么排？像我个人本身啊，其实我就有被包裹诈骗过，还有被盗刷信用卡，还有我的 IG 跟脸书的账号被人家盗用，然后跑去跟我的朋友借钱，这些也算都是被人家诈骗过。但是我那个包裹有去把它追回来。把钱追回来，拿去退，就是虽然流程非常麻烦，但是我还是一定要去把它退掉，不想让诈骗集团得逞。这个好。对，所以这样前5名到底哪些诈骗是现在最多的？诈骗它的形态一直在变，因为它透过了几个我们南京买发达都是网络的发达，对，
第二个就是咱的金融交易，咱的金流哦，以前可能我要去邮局才可以领钱，对，现在我超商就可以领钱了。对啊，手机也可以领。手机对哦，所以这钱的转账金流变方便了。再来就是电线流，就是我们那个资讯越来越发达，所以它会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的交易会变活络。对，好，那我们现在全国对于诈骗这一块它是采透明的一个机制，就是公布好咱全国的民众，那尤其咱台南市的市民，让每个民众知道到底这个诈骗它现在状况是怎样。所以你只要拿着你的手机，然后打上165打诈仪表板，它就会告诉你昨天我们发生了多少件。那我这次随机，因为上节目之前我去抓了一个打诈仪表板，18号的，那今天是20，然后它就统计出来了，总共有这个5种类型。投资型诈骗178件，全国这不是只有我们台南，全国。那金额高达3亿，一天就3亿5000多万哇！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比较特殊的，他可能一个被害人他损失的金额就比较高。对，那全国一天这个投资型诈骗有178件，3亿多。第二个就是网络购物诈骗，我们去网络买东西，对，买东西可能我买到的东西跟他给我看的是不一样的，我用了几万块，结果去买一个不是那么多价值的。很多人买那个照相机、电脑还有 iPhone 啊，结果寄来什么一块香皂、一块砖头。对，这就是投资型诈骗，它有600多万。第三个就是假买家来骗卖家。假买家骗卖家，这个说明一下。假买家骗卖家，譬如说那个我要假设那个犯罪者一起被咖喱买物件，地方咯对，他就下单，他就下单。然后就告你是卖家我要跟你买。然后不过他就说你的那个好像我账转不过去给你。就我的账户有问题，你转不过来。对，你的账对，然后所以他就说我们找一个平台跟你联系。结果那个平台的人是诈骗集团的成员所以那个平台就跟卖家说那你要去转设定。你那个账号要去做设定，就请他去 ATM 去操作，结果其实就把钱转出去了，所以这是买家去骗卖家的。所以有些卖家他也是会被骗，卖家会被骗，不是说只有买的人才被骗，然后卖家就会被骗说，我钱要转给你，转不进去，你要去改设定，就反正你只要到 ATM 一操作就完蛋了。对，就很容易会陷在那个，因为你可能对于金融商品不做了解，然后按那个也不是很熟。那听说有些他还用英文界面直接叫你操作，然后就很快，你根本就来不及，又看不懂。对。然后第4种就是全国的就是假交友。我们在网络上交朋友谈情说爱，然后心里有个寄托，然后到达一个程度以后，他就跟你说我们为了未来的将来，我们一起来投资，我出多少钱，你出多少钱，就又转到第一个投资诈骗里面去了。还是就是只是他借用不同的方式，对跟你交朋友谈感情这样的。类似对。那第3个最后一个也是假交友，它是属于征婚诈财比如说很有名的，他是中东的医生，美国的医生，然后我们就是熟女想要认识，然后结果他说他退伍以后要来台湾，然后他就寄个包裹，请他帮他代垫付他那个运费，那运费又高达很多，这是假交友的征婚诈财，这其中一项。那这个是整个全国的诈欺的这个各项的类别了哈，大概一天。那当然这一天比较多了，我们如果在像最近平均也大概一天都4亿多。没有，他会跑。像我们今天公布的20它是2亿多。2亿多，但是上亿好恐怖。我们平常拿来看这个亿来亿去的，对不对？对。好，那局长，那各县市比较起来的话，这个有没有什么差别？哪一县市会比较多？我们以刚刚的18号来讲
会集中在都会形态。都会形态。所以像新北市，它是最多件的，有119件，7000多万。然后第2名的是高雄市的91件，有8000多万。那我们台南也是属于都会形态，所以咱有56件，4000第6名但是这个都不好的啊，因为它会趋势在这个都会形态的状况比较，因为网络比较发达，然后可能在这个民众使用上也比较经常的在用网络去做一些交易，所以都会形态会比较多，乡村的还来多一点。但是因为它已经没有城乡差距，网络已经没有城乡差距了。对，好，比如咱台南市区加这个郊区哈，其实大家用网络的习惯是一样的。对只是说因为我们人口数多，然后又集中，那6都比起来，我们是算好一点点，但是也是我们大家要特别要注意的，这个是。这个各县市的一个比较。对啊，那这样子其实说起来，就是全国啊，其实这个诈骗手法都差不多，对不对？对，差不多这个类型。对，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有一个排名，对不对？对，那我们全国的部分5大排名跟刚刚是18号的状况，这个是累计1个月，9月份跟8月份。好，那我们来看看1个月跟当天，对，看起来也是一样，它那个趋势差不多，对，差不多，都差不多。可能比较有差别的就是这个中奖通知啊。对，中奖这个有，对，它那个有跟我们现在它有在转变。那中奖就是网络上给你一个讯息说你抽中了一个什么股票1张，这我有接到电话对。是这个也是，但是我不理他啦，因为我知道，但是很多民众可能不知道，会很高兴说我抽到股票，所以很好，你就比较符合我刚刚要讲的，我们诈骗的犯罪发生，我们如果不是合适的标的物，也就是我知道诈骗是什么一回事的时候，那你刚刚就是一个很好的，一听就知道他骗我，对不对？你就不用骗，所以犯罪就不会发生。那也是我今天来节目当中跟大家报告的一个用意，就让大家能够知道网络的电信诈欺它是什么样的形态。对，当我们越懂它的时候，我们越不容易成为合适的标的物。对，越不容易被骗。你知道越多，当然不会被骗啊。对，一听就知道说你在骗我，对不对？所以大家哪弄像我们美丽的主持人这样，有一些很基本的，我们网络上的这些诈骗的模式是怎么样？所以你遇到的时候，比如说你刚刚讲的，你网络接到中奖了，心里要有一个怀疑，对啊，它是不是诈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不对？自己要存疑啦，不可能那么好的。然后我刚看到一个色情应招诈财，这个是什么？这个也这样被骗的，对，也蛮多件的就是譬如说，这个好，他要去网络，又透过网络要去买春好了啦，对，买春。然后我要先证明，你先证明你不是警察，要先这样子，所以你要先给我看你的证件，你都什么还没做，你的证件给人家了，对啊。第二个就是说我怕你不给我。交易完了你不给钱，所以你要先买单。还先付钱。先付钱，你先到超商里面去买那个游戏点数，然后把那个序号跟密码给我。其实你已经把钱给人家了啦。对啊。对。可是接下来就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对，这个就是就一场空就对了。是。哇，这种案件也蛮多的，对，这个件数蛮多的。对啊，所以反正他，而且重点是说他可能本身做的就不是好事，他又不好意思报警嘛。这些是有报警的。这里面有很多就是我们被害人他有一些心理的状态。你讲的拍摄不完。对啊。有一些被骗了以后，他会觉得。羞耻，我怎么会被骗？所以会有一些，但是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你有受害就赶快来报，我们可以及时的来对加害的这个集团，最起码可以做监控，可以把他的账户各方面的避免下一个再被害。对啊，
对，不然就一直让他们逍遥法外，对不对？是，对，好，那我们台南市的部分，那是全国嘛，全国对。那台南市的部分的排名又是怎样？好，全国的排名第一个也是投资诈骗，投资诈欺，因为它的金额都很高，对，所以这个只要有一件成功，对它的可能被害损失的金额就高。对。那第二个就是假网拍卖的部分，网拍，对。那接下来是解除分期付款。哦，这个跟全国比较不一样，发生在台南市。我们就譬如说，好，跟你说你那个转账扣账我弄错了，变成那个分期付款。对。所以要请你去 ATM 去操作一下那个卡片。这个我也接过哎，为什么我都接到那么多？真的，但是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你扣啊。没有。对，那你就又演示了一个很好的，我又演示你不是合适的标的物，对，他就不理我，他就不理你，对。好，然后一样哦，要一般购物诈欺有6%，然后猜猜我是谁，还有一个猜猜我是谁，这个在南部比较多，对不对？这个有时候会在长辈啦，长辈对，那个接到电话，然后听到那个声音，好久没有听过的声音，可是你自己脑子里面会想说这是不是像？你是不是谁？歹徒就顺着你话，对啊，我就是像啊。我就是像我电话换你会记得我之前的电话无用这支，你帮我输入一下。过来讲叫阿哥啦，叫阿姐我即马有急用，甲人发生车祸，有急用，你会使汇钱给我，我要来甲人和解。想讲这个家己的孙啊，真正的机会处理。猜猜我是谁？有很多那个声音，我们会因为这里面还有，因为现在有 AI 的技术。可能那个声音真的是真的可以模仿的超像的。对，它透过这个电脑的操作，连声音、连影像，都可以用那个伪声音的那个部分来。对，所以这几个是我们台南的这个到今年为止，这几个最大的一个5大的诈骗手法。诈骗其实我身边有一些的是老大人长辈，他们真的都有接到说恁后生安怎伫我手上你爱摕钱来甲我赎回，拢都相信的，讲安尼要安怎，所以咱来提起做者咱的老大人啦即马这个诈骗做者像拄则局长都有讲着，去用 AI 伊的技术用起来，迄声真正是一模一样。所以大家爱特别注意，你得爱甲你的囝儿是谁讲者，叫伊去查证说到底有没有这种事情但是而且其实这种事情也都是违法，他随便绑架你，就是赶快去报警对不对？对，赶快报警，对，赶快报警啦。是。好，那公开家我想要给大家报告到底诈骗集团长什么样子？对啊，那大家都诈骗集团好像很厉害，怎么一片都是几亿的？对，他们是怎么分工的？对，这么厉害还可以分工到那个非常的细，然后很难抓。诈骗集团它所谓集团，它是一个集体的组织犯罪所以它有分工。那最上面的是一个首脑，首领这首领，对，他可能也是金主，然后他是控制整个集团的部分。那往下它会有监控，就是监控下面的部门的这个干部。另外最主要有一个核心，它有一个机房。所以你接到电话，你在跟他赖，在跟他在滑脸书滑到了，那都是在机房操作。机房所以他那个诈骗集团打电话来了，诈骗集团赖我了，或是那个是在机房操作。机房里面会有。下面我有一个部门机房的好几个机房手，这个所以咱有当时会接到电话讲你等下检察官要跟你讲，我要把你转，然后转对，转去转过来，其实对，他也是，所以他们是在同一个机房里面操作，这个是我们常听到的有这样子一个部分，所以这些基本，这个监控所他在下面。这些骗到钱了以后，他就会由这个监控所指挥下面的车手团，车手来收钱，是讲去 ATM， 去领钱，卡片就是人头账户嘛，所以就去领钱，钱领了的时候，那个去这个监控就是到钱这边来，那个洗钱的水房也有收水所，所以这个块是这个是属于电信的部分，这边是属于金流的部分，钱的部分。哇，还会洗钱呢？对，好细腻哦。是所以
所以它是一个组织了哈。过来也要需要人头账户，为什么？你再查不到上面来，你只能查到人头账户。对呀，我钱是汇给人头账户，所以查也是查到人头账户，都不会查到那个。要再上去的时候，它就有断点。对呀，它就有断点。那最下面这个就是被害人，待宰的羔羊，这个被害人我讲的，他是合适的标的物，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知道整个犯罪集团的运作，它是透过一个分工，然后一层一层的来，所以我们知道，你现在跟你接触的是机房的，现在跟你接触的那个是监控的部分，都不是原来的那个跟你对话那个人，所以这个是犯罪集团的分工图。那这个图，我等一下我们会讲我们5分局案例里面用这个图来告诉大家，一个诈骗的历程它是怎么样做运作的。所以这个图这个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诈骗集团它是一个有组织一个架构的部分，分工分层，然后再一直逐层往下，从被害人里面去骗取财物，然后又做了一些断点。对，所以就很难去抓到他的首脑，对不对？不过因为断点太多了，这些我们都会一一的克服了哈。这个是诈骗集团，当然是我们当警察的哈，现在是全国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警察重中之重，因为也是民众最在乎的这个一个犯罪事件啊。这个我们现在尽全力的在做因为现在连那个赖总统啊，还有行政院长，他们都把这个打诈弄成他们是第一要务，对不对？对。所以就是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也推动这个打诈释法啦，那修法，这个真的是要很积极的来做啦，要不然你看被诈欺的这么多。好，那局长，那像我们那个诈骗里面，刚才讲到最多的就是我们那个投资。对，好，那个投资的部分为什么怎么大家会这么信？是因为自己很想投资吗？金额好大我用一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了哈，为什么投资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投资型诈骗，它的这个跟假交友结合投资型诈骗，它有几个要件啊，就是先取得歹徒跟被害人之间先取得一个联系，被他可以联系，先加赖呀，对。一般以前我们赖的群组里面常常会跑出，莫名其妙我被拉到群组里面去，什么投资群组里面，那有人就想说，好啊，那我就或者唱追味或者底下看就好啊，看你在讲什么，结果发现，这个群组里面好像很不错因为好像都在赚钱，对不对？都在赚钱。你还记得？然后每个人都说我今天老师跟我讲我赚了多少钱，对不对？你还记得这就是机房所以机房所有很多人所以你那个群组搞不好就只有你是被害人，其他都是他们的人所以你看到赚钱的都是他们自己。所以那个群组里面有50个成员，搞不好48个，对，48或49个都是他们的人，就只有你是，然后只有我一个人是真的那个人。所以你要不要相信这个赖的群组里面的那个？所以这要打怀疑。对啊。所以你可能像我们知道会不相信，可是我相信说100个人里面多少有1个人会被骗。只要有1个就好了。对啊，他就可以骗很多了。好，这个就是第一个，他会做一个连结。好，第二个是加入赖的群，这个是直接抓赖的群组。第二种就是我们在滑手机。在滑手机、滑平板然后晚上睡觉，然后滑一滑，就看到一个，等一下。对啊，像现在大家也会看看 FB、IG 啊，对不对？然后看一看然后就看到一个什么像这个，对，财经文化，听起来好像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对，很有名的杂志或者什么，对。然后它里面就是说要送你书，免费送你书。可是你看一下它的按赞数。他的按赞数是10个，然后追踪者12个，12个，那可能吗？不可能，不可能。他如果真的那么有名，对，所以我们在脸书看到的讯息，你要记得再往下沉一下，看他的这个什么时候设立的。好像这个，我看一下关于他的设立的时间。对，
会不会？它设立的时间是去年，然后它地点是在香港。地点在香港。对，所以从脸书或者是 IG，它就可以先创一个账号，对啊，然后用一些很像的一个图片，让你以为是真的啦。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名人的部分哈，那个有很多什么之前那个。现在很多名人呢，假借名人的名义出来投资诈骗，对不对？沈春华，对，因为给我们感觉他就是一个很知性，对，然后的媒体人，对，然后他做一个证书活动，图片是那个我们是他的图片，可是你看0个按赞数。0个按赞数，0呢，没有人按赞。他什么时候设立的？他应该是昨天。昨天设立，对，所以他设立的时间点就是最近。对，所以我们可以去分辨网络上的资讯，它是不是可信的。如果是真的官方的部分，都会很多的按赞数，很多按赞数啊，很多人在追踪啊。结果他就是昨天才设立，然后没有人按赞，没有人按赞，几个是10-20个，这种的是在讲骗的啦。好所以你从那边的资讯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主动去加入的，都是从这边，我们在那边滑手机啦，然后第二个心态就是，反正我在旁边看没有关系，大家都想说我看看就好，结果后面就掉入陷阱。对，然后后来他就会有一些，我举个我们这个案例来讲啊哈，对，然后这个它是一个这个在网络看到投资的广告，跟我刚刚显现的一个投资的广告，对，然后我就加入他们的 LINE，这个被骗的民众，然后他就介绍说，你看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主力要带领我们一起去赚钱，一个投资公司叫瑞奇国际投资。感觉好像国际化，很国际化。然后因为在那个 LINE 的群组里面，很多人都说他赚了多少，又拿了多少。对。所以他好啊，那我就加入看看。我就用小钱，用2万块好了小钱我去试看看。对。对，然后真的有赚呢。一开始他会先让你赚一点，对不对？2万块，才2天，赚了3000。那我如果投了20万，我不是就赚了3万吗？对啊，他这里有然后等你已经上钩了以后，一点点小钱，其实那2-3千块，搞不好也是你自己的钱啦。对，然后就说，那我们现在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开放因为你现在点数已经有增加了我现在开放，你可以最多只能到50万。你不能再增加还会故意这样讲。对，然后就投50万里面去，50万里面去，我要去领钱嘛，他就告诉你，他就说你可以去这个临柜去领钱，交给我们的理财专员，或者是你可以转账，想说50万呢，他就去领钱的，去临柜去领钱来交给他们所谓的理财专员，他还告诉你，因为我们现在要在集资，要去主攻某个主力，所以你不能跟银行讲，因为银行他们也是有主力，所以他如果知道你是在参与别的，所以你不能讲。所以我们这个案例里面，他是说，他就教他说，你就是跟他讲，这个你要装潢。家里要装潢，对。然后如果他去银行都会问嘛，你领那么多钱干什么？对，就是他会关怀提问嘛。他还告诉你，你就换一家，或者是你就态度硬一点。就我就是要领钱，那我的钱呢？所以他就领了50万，然后又放进去，然后累积越来越多然后又请他去去申请网络银行，就不用临柜了，直接按。对啊，一下钱就转出去了。他总共损失了114万，然后你们辖区内的案例，我们辖区的案例。然后最后一次，因为他觉得，因为他要出金，就是说我有赚钱了，我那个 APP 上面我已经有赚一些钱，我想要领出来。他说他跟他说你不能领出去了，因为现在你这个金管会在查
你可能你要再拿50万5%张保证金，经过审核以后会把全部的钱给你。越骗越多，他就觉得这不对啦。我还要再去拿50万，5060万才能够去拿我可以拿到的114万，所以他就来警察局，就来我们派出所来报案来咨询。那我们就跟他约，就去抓车手。有抓到，有抓到，说我一直，他算幸运的，还有抓到车手，对啊，那我们因为会一直去往上攻啦，所以往上溯源。所以我们这个部分请大家也放心，警察每一件案件都会很竭心尽力的去向上溯源，或者是去追。然后你越早来报案，越快来跟我们警察来这个报案，我们第一个可以阻断这个诈骗集团继续再用同样的方式去骗别人。对。然后第二个也可以让你的损失会变少。对呀。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案例是投资型的案例。对。那另外还有什么案例可以让我们观众来做？好，那第二个我要讲假交友。就是有一个女生，然后她是一个学生她就在网络交友软体里面。然后看到一个一个图片感觉帅帅的男生还有名字，用3个名字都给你，他叫李伟成当然这个是假的了连照片都是假的，因为照片是抓的，网络抓的，现在网络都抓一些明星的照片来改，就那边嘘寒问暖就建立关系，好像当朋友嘛年纪聊起来又年纪相仿。所以很可以聊，然后没有多久，他就跟你说，我妈妈的钱包掉了，你可不可以帮我去设定无卡这个存款，然后我妈妈那边那个我在钱会给你，我不是先跟你借，我是钱先给你，他觉得对啊，那你也不是跟我借钱啊，他就会。他账号这个被害人女生账号就真的多了2000块，就是请他去设这个无卡提款，也就是说，这个犯罪者他可以到任何一个 ATM，透过你的卡号无卡对因为你已经设给他，密码也给他了嘛，所以他就可以随便他就可以领了。好，所以他第一次他就反正我也没有损失，就给他去领。接下来他又说，那个又假冒一个名义啦，所以说要借钱，他想说他也不是没有钱要3000就借给他3000，然后再来又汇款再3000，他说他现在在他是刺青老师这个范闲他自称他是刺青的老师，所以。被害人也想刺青，那好，那你我帮你预约，你先预约金过来，好，汇个3000块，然后接下来就说这个因为我要先采购那个原料，因为刺青很贵那要原料，那你要再汇我5000块，那我先去要先订货，用各种名义让这个被害人一直把钱转过去，然后最后当然他就不见了。那又跑去报警，对，他就发现被骗了，所以他才跑去报警。然后所以这个我们当然有车手去领嘛，然后我们逐步的又去抓到这个犯钱的集团，他一直往上攻。目前这个案子还在侦办当中，对，所以假交友又变成被诈骗了。然后所以第一个就是会有取得一个信任，再透过LINE 啦，或是 Message， 或是很多的通讯软体，去建立关系以后，慢慢的在从中里面去跟你这个索取一些经费所以这里面要网络交友要特别注意，你网络上看到那个照片，很多都假的啦，不一定是本人。对第二个，这个他的名字也不一定是真的。对。然后有一些就是会把我们因为要交友。我也要取信对吧？他说你把你的身份证拍给我看，我们就拍给他看，他也拍给我看，可是他拍给我看的不是他，对啊，是别人
偷来的啊，你就真的把你的个资给他了。当你的个资给别人的时候，你心里就会害怕。所以会有这样子一个心理压力在，所以会一层一层陷入到他设计的情境里面。这是网络交友里面常发生的一个太阳。对，所以要提醒观众朋友哦，千万不要把你的身份证个资，就是你那个网络上的人，你从来没见过，对，然后你竟然可以把你的身份证资料什么都给他，对，这个自己要好好想一想，这是不对的。我们在网络上要把资讯给别人，你都要再三思，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有没有碰过他。网络上很多，所以我们要。大家不要变成合适的标的物，就是这样。你要懂法，这个网络上它是有很多的这个匿名性，所以要特别都要有一些存疑，要么就是做一个查证，对啊，然后网络的东西，它因为它的特性是这样，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它有这样的特性，它有可能就是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方式之一。对啊，所以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对，好，那分局长就是说，这是他们来报案嘛，你们已经有在协助侦查，那有些也已经抓到。对，那有一些就是说，像有些民众要被骗了，你们好像也会去阻止，你们这阻止的成效如何？哦，对，这个就是要回到我们这个日常活动理论。好，现在有动机的加害人诈骗集团。有一个人被骗了，他是有条件的被害人，就是合适的标的物。对。那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监控的，这时候出现的监控的就是银行的行员阻止他。你这有可能去用骗的哦，关怀提问哦，你这样不行哦。对，会有一个阻止。然后可是这个还有可能歹徒会跟他讲，你要硬一点哦，跟行员。不过这时候我们跟银行都有很大的那个密切合作了，都有合作，叫行员要通报行员会跟我们来做一个通报。那我们台南市在这一块特别用心，尤其是我们市长每一次的市政会议，对我们全台南这些金融机构也好，超商的行员也好，能够来阻止我们市民被诈骗的主诈的这些案件。他都会公开来颁奖，然后鼓励我们这些金融的从业人员，这个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监控的，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监控者，能够避免犯罪的发生。所以我们在这一块，我们的数字这个我们113年从1月到现在我们台南市总共主诈了8亿多，哇，对，然后在8亿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很努力在做这一块了那在金融机构，各个银行啦，或者是这个邮局啦，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的部分有870件，这只是统计到16号而已，有5亿多另外超商的部分有174件，有400多万那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件，也就是说我们帮市民挡下了8亿多的这个部分，对，然后所以有些他是除了去那个银行领钱，他也到超商去领钱。对，那这里给一张图片，就是市长在每个月的治安汇报，他就会很感谢我们这一些这个行员，然后金融机构去主诈的，然后公开的表扬他那也在呼吁我们的这个市民这个大家能够都来做这个主诈的帮手。那特别是金融机构，那我们分局我就跟我们金友会的主任我们也去到我们的银行，还有到我们的这个超商之类，我们也去颁奖。我们一直鼓励这些金融机构跟超商，就是5大通路超商有 ATM， 我们一直是鼓励他能够做主诈，或者是协助我们能够让被害的发生能够避免。也就是说，他来当监控者，来告诉提醒。那这一块我们也是在诈欺犯罪的防治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对。那这样分局长，这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案例？相关的案例，我们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在我们辖区有一个那个超商，那有看到一个那个超商的店员很棒。他就看到有一个男生，他一直买游戏点数，要买1万，哇！
他就觉得对啊，怎么一次买这么多？他就觉得怪怪的。对，然后他就看他的神隐，他好像又在看他的手机。所以他就打电话，就跟我们这个跟派出所，我们公园派出所做联系，然后我们就过去了解一下。原来他就是现在那个甲原礁的那个地方去那赶快我们就把它挡起来了，然后也告诉他这个是骗人的。对，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个案啊。那我们还有我们辖区的银行，上个月有一个200多万的，也是把那个被害人要转出去，把它挡下来。他去银行要转200多万，200多万，行员觉得奇怪，行员觉得奇怪，也在那边用了很多时间，然后我们警察跟行员，大家一起合作，然后来告诉他被害人说这个应该是骗人的，你要小心。对，然后后来才从他的手机里面看到，确实是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所以主诈的案件量也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所以整个防诈的部分是一直在强力的来追求，也就是说，希望能够让电信诈欺的那个监控者能够多一点力量。对，那现在我们来是让那个被害人他能够有警觉，不要变成一个合适的标的物。对，所以识诈很重要，主诈也很重要啊，这些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对，是没错，就像分局长讲的啦，就是说警方他们可能很尽力呀，在阻止这个诈骗案的发生。那我们中央方面呢，也是极力的在修法，希望说可以把法修的比较重一点，让大家就是遏阻犯罪。是，这是有在进行。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也跟我们大家谈一下？那现在国家，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真的诈骗是国家施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啊。总统在国庆日当天也有针对于诈欺打诈，他做宣示，我们要全力的来。事实上，国家也做了很多事就是他从4个方向来。第一个就是识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要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知道诈骗集团。它是一个组织怎么样？它可能利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有什么样的个案？你如果遇到这些，就跟大家跟主持人一样，他知道这个可能是诈骗的，对，他就不会变成一个合适的标的物。所以在识诈这一块，这是我们在这个一直在持续在做的。对，然后非常谢谢我们各节目利用这样子频道，让我们的这个讯息能够让每个民众都可以，我们每个市民都了解，这很重要。我也觉得说，我们公司也是有这种义务，要宣导给民众知道。而且金额太大了。刚刚您也看到了，这些诈骗，它不是集中在哪一个年龄层。年纪大的有年纪大的诈骗手法，假检警。对，那年纪比较大，因为他不知道司法运作的方式。猜我是谁，也有可能是年纪比较大的。年纪比较大都这一种。投资型诈骗有40几岁的，有50几岁的，有60几岁的，就是有一些经济，所以他的年龄不一样。有经济能力的。对，年轻人他可能会有交友的诈骗，对不对？然后有可能是我等一下讲一个个案，年轻人他被骗了他的账户去当人头账户。所以犯罪者，他那个每一个年龄层都有关。那我们这个节目，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收视年龄都很广泛的，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识诈的部分，让大家知道这个让每一个人能够避免成为合适的标的物，您就不会发生诈骗的状况。第二个就是赌，赌就是主诈。我们刚才讲了，就是那个监控者，对啊，防赌银行来来防赌，对，或者超商店员，再来我们电信公司，电位公司人头门号把它停掉，那个把他的工具拿掉，再来就是那个还有我们有一些网络上的防诈的工具，譬如说我们电话来。这个加开头的，他就把它挡掉了。有关诈骗有关的相关的讯息就把它挡掉了。对，这个是防赌。
再来就是这个主诈，主诈的部分就是经常性交易的这些可能有一些异常的，我们看这些买某一个账号它是异常的，我们就赶快的去把它做防堵去阻，然后惩就是打诈，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犯罪集团能够提高。您刚刚讲的后面的这一些上层的，不是只有车手团，我们还在往上攻到机房，攻到后面的那个，我们会从这个惩的部分往源头去跟。这是我们目前台湾在打诈的这个几个方向来做全面的。那事实上，慢慢的各位一定会看得到成效。那不过也需要大家一起来，我们可以做到的试诈。那我们不要成为合适的标的物，所以有时候要去多收一些资讯，然后网络上也有很多，你只要到我们官方的刑事局的165诈骗，你就可以去看到，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怪怪的，你有点存疑，最好的咨询管道除了打电话165，还有一个在您家附近的派出所，我们北区有6个派出所，非常欢迎大家针对于诈欺有关的这些疑问，或是你觉得你怀疑怪怪的，你就可以提出来。像刚刚来录影之前，我们有一个群组里长的群组，然后里长就反映，就在群组里面反映，他说他的里民说接到一通这个0968什么什么，他自称是户政事务所的，说我的那个身份证件被冒用，他现在要做户籍誊本的申请，你有没有请委托别人？他说他接到这样子的电话，他觉得怪怪的，他就在那个赖的群组里面提问，那我们侦查队的同仁就跟他反映，这个绝对是骗人的，因为没有公家机关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查证的，所以这个就是在试诈的部分，任何有问题，你觉得有怀疑，真的找派出所，你就问他说，我手机给你看，这个是真的还假的？当你怀疑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所以让我们试诈的能力越来越强，每个市民都可以知道诈骗的演变、诈骗的形态、它的个案、它的关键在哪里。你如果知道，会跟主持人一样，不是合适的标的物，我们就不会被骗，对，是，对，所以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了。好，所以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嘛，还有一点时间，就是是不是局长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民众应该自己要怎么做？像你刚刚讲说，我们要自己去多吸收一些知识，多去了解一些可能诈骗的手法，这个都对我们有帮助嘛？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人这样被骗过，那我自己遇到的时候，当然我就不会被骗了，对不对？那跟我们民众再强调一下。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现在处的环境，我们现在是一个科技网络发达的部分，我们难免会透过网络来从事我们一些生活的部分。对。不过我们要时时刻刻要去了解网络的特性，它就是有匿名性，它是可以伪造的。那网络的一些特性，它就是便利，但是它要做查证有点困难。对。所以就往往在我们对于资讯不是很了解的状况之下，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先停一下，不要贸然的去做下一个，譬如说你要做投资啦，要做交友，这些都要慢一点。网络真的是快，可是我们的思绪要慢，然后所以也有空的话，也可以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我们到一些资讯相关的资讯去理解。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有看到你身边的可能是在你感觉他怪怪的，对，这个时候要主动去关怀，把他从虚拟的世界拉出来。那你如果发现有点奇怪的话，就可以来跟我们来做咨询，然后特别是有几个部分的太阳，讲到 ATM， 讲到钱，讲到面交，讲到转账，要跟银行的行员去骗说我要投资，我要去装潢，我要干，这些都是怪怪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心里要做存疑，来做咨询，然后避免成为合适的标的物，然后我们就不会被害。
对啊，就是说，其实现在就是网络这么发达，真的是大家都是每天都要用网络。那当然就是不管是 FB 好，然后你各种软体，IG 什么的 YouTube 啊，全部都跳出一些广告或是一页式的广告，那种真的都很容易让你一点，然后你的。其实就是一般你的身份资料被盗取以外，他还跟你做朋友，然后骗你去投资。但是大家想一想，你这个人你也不捌伊，不捌看过，哎，跟你讲几句啊，你的跟你有的人一生的积蓄就这样不见了，对不对？钱就是全部都不见了。这个，所以大家自己不要想说这个只和你喝谈，对不对？你要走正当的管道去投资，对不对？你不要去说，网络上跟你讲投资，结果那个钱都不见了。像我们知道说，你们辖区内就有一位老师，1000多万就被骗走。对不对？这也是有嘛。对，哇，所以就是不了解，不认识他。对，可是我们觉得很奇怪，说，老师算是高知识分子，结果他也不了解。对，不了解。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很多的案例，然后它是各化的。另外，我们的官方的165，我们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我们的粉丝专页，我们分局的粉丝专页，都有一些这些识诈的一个秘诀或者是资讯，对，可以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多提升我们识诈的能力，就避免成为合适的标的物，就不会发生诈欺的这个状况，我们就可以保护我们自己。对啊，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高级知识分子也是会被骗，很多会计师什么被骗，是因为这个诈骗集团也很厉害，他们都会更新时事，对不对？应该是说，我不承认他们很厉害啦，只是说他们会去抓一些我们人性上的弱点，抓一些我们对于资讯的不了解。对，所以我们现在对抗的是这样的一个集团性的部分，所以我们当然要更努力的，然后我们也让每一个市民都能够了解诈欺是什么样的状态。对，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像美丽的主持人啊，他就不会被骗，所以知道诈骗就是避免被骗的第一步。没错。对，所以大家都要建立这个对于这个诈骗的一些观念，正确观念，然后也要说随着那个时代的演变，去看最新的诈骗手法是什么，我都会去看。对，所以这样子就避免自己被诈骗了。对，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分局长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所以咱的民众真的是一再提醒自己不要随便去乱投资。对不对？然后自己有一些刚才讲过的那些诈骗呢，大家参考一下，真的不要轻信那自己就不会成为受害人。对，好，再次谢谢分局长，谢谢主持人，谢谢。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市民时下这波底价各级段落，咱再会。